Hello， 小朋友，歡迎嚟到柯柯故事頻道，跟柯柯故事聽小故事學大意義。上次同大家入咗森林，聽高迪諾同三隻熊嘅故事。今日我要帶你哋飛上天，睇睇一個女巫同佢隻貓貓坐喺掃把度，喺天空上面飛嚟飛去，會發生啲咩事啦？之後仲會有好多動物加入㗎。快啲坐定定，一齊聽下啦！女巫掃把排排坐 ，Rim on the Broom， 作者 Axel Scheffler， 繪圖 Julia Donaldson。一個女巫同佢隻貓坐喺掃把上面，喺天空度飛嚟飛去。女巫戴住咗一頂黑色嘅帽。長長嘅薑黃色頭髮就紮起咗一條辮，貓貓喺度喵喵叫，女巫就喺度微笑。但係突然間有一道強風吹埋嚟啊，吹甩咗女巫頂帽啊！女巫同貓貓一齊向下望，見到頂帽跌咗落森林，女巫嗌咗一聲。掃把降落，佢哋降落到地面度，周圍揾頂帽，但係佢哋都揾唔到啊。之後喺草叢嗰度有隻狗仔走出嚟，佢用嘴巴擔住頂帽，然後禮貌地放低佢。女巫即刻戴返頂帽，之後狗仔就話啦：嗚嗚，我係一隻狗，一隻好熱心嘅狗啊！掃把上邊仲有冇地方可以容納一隻好似我咁嘅狗啊？嗚嗚！女巫笑住話：好啊，多個朋友多啲樂趣啊！於是女巫、貓同狗仔就一齊坐上掃把。女巫敲一敲個掃把，咻一聲，佢哋又飛上天啊！之後佢哋飛過稻田同森林，飛咗一陣，狗仔搖住尾巴，突然又颳起大風啊！女巫大笑起嚟，佢用手捉實頂帽，但係今次條邊上面嘅蝴蝶結俾風吹走咗啊！女巫又嗌：掃把降落！佢哋降落到地面。大家一齊揾個蝴蝶結，但係佢哋都揾唔到啊！貼貼貼貼貼貼，有隻綠色嘅雀仔喺棵樹度飛落嚟，個嘴仲擔住咗個蝴蝶結啊！佢耷低頭，禮貌地放低個蝴蝶結，然後女巫就用個蝴蝶結紮返好條邊啊！之後雀仔話：接接。我係一隻雀仔，一隻綠色嘅雀仔呀！掃把上面仲有冇地方可以容納一隻好似我咁嘅雀仔呀？接接。女巫點點頭話：梗係可以啦，歡迎你呀！於是掃把上面就多咗雀仔，變成咗女巫、貓、狗仔同雀仔一齊飛啦。女巫敲一敲掃把。咻一聲，佢哋又飛上天啦！佢哋飛過草叢同河流，當雀仔好開心咁接接接接叫嘅時候，天上面嘅風越嚟越大啦。女巫一隻手捉住蝴蝶結，一隻手捉實掃把，但係唔小心跌咗支魔法棒啊！女巫嗌：掃把降落！佢哋降落到地面，大家一齊揾個魔法棒，但係佢哋都揾唔到啊！然後突然有一隻濕晒嘅青蛙拎住支濕晒嘅魔法棒喺池塘度跳出嚟，佢禮貌地將支魔法棒放低。當女巫用斗篷擦乾支魔法棒嘅時候，青蛙呱呱呱咁話：呱呱，我係一隻青蛙，一隻乾淨嘅青蛙。掃把上面仲有冇地方可以容納一隻好似我咁嘅青蛙啊？呱呱呱！女巫話：
好啊。於是青蛙就跳咗上個掃把上面啦。女巫又敲一敲個掃把，咻一聲，佢哋又出發啦。佢哋飛過平原同埋山脈，青蛙開心到跳起嚟啊！突然，啪一聲，掃把斷成咗2截啊！動物同埋半支掃把一齊跌咗落去沼澤裏面，而女巫就同另外半支掃把飛咗入嚿黑雲度。然後女巫就聽到一個可怕又響亮嘅咆哮聲啊！哇！我係一條龍，好惡嘅龍，女巫配薯條一定好好味啦！女巫大嗌：唔好啊！佢坐喺半條掃把度，越飛越高，而隻龍就跟實喺佢後面，個嘴仲一路噴火啊！女巫再嗌：救命啊！佢飛咗落地面，周圍望，都好似冇人幫到佢喎。隻龍瞪大隻眼，控埋去女巫度話：呢一次我淨係食女巫，唔食薯條。當佢計劃緊佢嘅晚餐嗰陣，有一隻可怕嘅野獸喺水渠度爬出嚟。佢又高又黑，又黏黏地，但係又有啲毛。佢有4個可怕嘅頭，仲有一把好奇怪又複雜嘅聲音。隻野獸行出個水渠嘅時候，佢一路滴水，一路吱吱呱呱、喵喵咕咕咁叫。佢同龍講：走開，佢就係我嘅女巫。隻龍向後退咗一步，佢俾隻野獸嚇到騰騰震啊！佢話：對唔住啊，我做錯咗啊，好高興認識你啊！而家我係時候飛走啦。佢展開翅膀飛向天空，然後小鳥就飛落嚟，青蛙又跳落嚟，貓貓爬咗落嚟，狗仔嗚嗚叫。女巫好感激動物們救咗佢啊！多謝你哋啊！如果冇你哋，我已經俾隻龍食咗啦。然後女巫準備施魔法，準備變返支掃把出嚟。佢請大家揾啲嘢放入去個窩入面。青蛙揾咗一朵百合花，貓執咗粒松果，雀仔拎咗支樹枝，狗仔就揾到一條骨頭。預備好之後，女巫將佢哋攪勻，一路攪一路念咗句咒語啊！Eegati Cheegati Chakati Zoom。然後一把好華麗嘅掃把就出現啦。掃把上面有專門俾女巫、俾貓、俾狗坐嘅座位，又有俾雀仔嘅巢穴，仲有屬於青蛙嘅水池啊！大家都坐好晒，女巫又敲一敲掃把，咻一聲，佢哋又出發，繼續佢哋嘅神奇旅程啦！小朋友，你哋覺得女巫同動物們嘅經歷係咪好驚險呢？遇上大風，掃把斷咗，又遇到火龍，但係動物們齊心協力咁救返女巫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遇到問題，大家要勇敢面對，而且朋友好重要，團結嘅力量比起一個人嘅力量係大好多㗎。而且我哋要經常存好心，做好事，就好似女巫咁，女巫俾啲動物一齊坐上掃把上面，最後大家喺火龍手上救返佢，真係好人有好報啊！如果你哋鍾意呢個故事嘅，記得撳個 like 同訂閱呵呵故事啦，一齊跟呵呵故事聽更多，睇更多，你會發現更加多㗎。我哋下次再一齊飛入新故事啦，拜拜。